清醒已經認知到存在痛苦同死亡。清醒係起點，但冇方向嘅認知只會停留喺停滯之中。呢種狀態係已經看穿世界，但呢份洞察並未打開道路，停喺一個無法前行嘅位置。我睇見一切都喺重複，意義喺不斷消耗自己。我唔再被欺騙，但我亦無法向前。認知加深咗，幻象被剝落，情感被拆解，但留下嚟嘅唔係道路，而係一片空白。認知已經加深，但點解我無法向前？因為認知未能跨越到結構。當清醒未同方向結合，就無法連接到秩序。我停喺原地，我睇見，但無法行動。舊有嘅光已經消失，新嘅光仲未出現。我係清醒，但冇出口嘅我。但當秩序根據所見而建立，出口就會打開，停滯會轉化為通道。當方向確立，天亮之前嘅時刻會成為最光明。